大家好，我係 Danny。喺開始今日嘅分享之前，我必須先做一個免責聲明。今日嘅內容純屬個人見解與資訊分享，不構成任何形式嘅投資建議。金融市場有風險，投資需謹慎。請大家喺做任何決定前，一定要根據自己嘅財務狀況進行獨立思考，或者諮詢專業嘅理財顧問。好，聲明完畢，我哋進入正題。最近呢段時間，黃金同白銀嘅價格波動，簡直好似喺度坐過山車。大家可能都感受到啦，身邊討論黃金嘅人越嚟越多，甚至有人衝去金店排隊買金條。但係作為一個理性嘅投資者，我哋能唔能夠用更聰明、更省錢嘅方式嚟佈局貴金屬呢？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傾下《華爾街日報》最近提到嘅一個非常有趣嘅現象，咁就係如何以打折嘅價格買到黃金同白銀。聽起上嚟係咪有啲不可思議？係實體金店，你可能要支付高額嘅手續費同埋溢價，但喺資本市場嘅某個角落，竟然有人喺打折出售呢啲硬通貨。呢個秘密就藏喺所謂嘅封閉式基金，亦即係 closed-end funds 裏面。特別係最近被熱議嘅 Sprott Physical Gold and Silver Trust， 代碼係 CEF25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去超市買一塊價值100揼磚嘅金磚，老闆同你講，而家打9折，只要90埋錢，你買唔買？呢字就係最近喺 CEFDG 基金上發生嘅事情。根據報道，喺市場劇烈波動嘅時候，呢支基金嘅交易價格竟然比佢持有嘅實際黃金白銀價值，亦即係我哋常講嘅淨值 NAV 低咗將近9.5%。呢個意味住什麼？呢個意味住你每花89分錢就能買到價值1塊錢嘅黃金同白銀。呢個喺實體市場係絕對不可能發生嘅。點解會出現呢種情況呢？呢個就係封閉式基金嘅特性。佢唔似普通嘅 ETF 可以隨時增發或者贖回份額嚟抹平價差。佢嘅份額係固定嘅，價格完全由二級市場嘅買賣力量決定。市場恐慌或者投資者急於套現嘅時候，大家不計成本地拋售，就會導致價格跌得比淨值仲要快。咁呢個就形成咗一個折價空間。我個人嘅見解係呢個其實係俾勇敢者同理性者嘅一個禮物。好多散戶投資者喺買黃金嘅時候，往往會陷入一個誤區，佢哋願意去買嗰啲日價20%甚至30%嘅紀念金幣，覺得攞喺手裏面先至踏實。但佢哋忽略咗投資嘅本質係獲得資產嘅增值。如果你一進場就先虧咗20%嘅日價，咁金價要漲幾多，你先至能夠回本？相反，如果你能透過好似 CEF 咁樣嘅工具，以4%甚至9%嘅折價進場，你其實喺買入嗰一刻就已經擁有咗一個安全邊際。我哋嚟深入分析一下呢個 Sprott 基金，佢唔係一般嘅紙黃金，佢嘅背後係實打實嘅實體金屬，存放喺加拿大皇家造幣廠，所以呢個俾咗好多投資者心理上嘅安全感。而且佢嘅持倉比例好有意思，大約59%係黃金，41%係白銀。點解呢個比例重要？因為黃金同白銀嘅屬性係唔係一樣嘅。黃金更多係避險屬性，係貨幣嘅終極防線，而白銀除咗投資屬性，仲有強大嘅工業需求，比如太陽能板、電子產品等等。所以白銀嘅波動性通常比黃金大得多。當牛市來臨嘅時候，白銀往往能夠提供更高嘅彈性，亦即係我哋講嘅爆發力。CEF 把呢兩者結合埋一齊，其實係幫你做咗一個自動嘅平衡。但係我都要提醒大家，呢種便宜唔係咁好佔嘅。華爾街日報嘅文章標題亦都講咗，呢個需要你足夠勇敢、性戒，因為折價可能會持續好耐，甚至會進一步擴大。就好似文章裏邊提到嘅，雖然呢一支基金允許大股東贖回實體金屬，呢個理論上應該能縮小折價，但喺極端市場之下，呢種機制並不總係立刻見效。
就係市場嘅非理性，有時候真相就喺度，價值就喺度，但市場就係唔買賬，game，對投資者嘅心理素質係極大嘅考驗。你能忍受買入之後折價從9%擴大到12%嗎？如果你會因此瞓唔着覺，咁呢一種投資可能並不適合你。我哋嚟傾下點解會出現呢種折價嘅深層原因。喺金融學裏邊，呢叫市場失靈。當市場參與者情緒化咁拋售，或者某啲大型機構因為流動性問題不得不清倉嘅時候，價格就會偏離價值。對於我哋普通投資者嚟講，呢其實係我哋唯一嘅優勢。我哋冇機構咁大嘅資金壓力，我哋冇每個月都要交成績單嘅壓力，我哋可以等。咁我常講話，投資其實係認知嘅變現。如果你知道呢支基金背後真係有金子，如果你知道呢啲金子就喺加拿大嘅金庫裏邊躺住，咁你仲 care 什麼呢？我哋再傾傾而家嘅大環境，點解而家大家都喺度搶黃金？全球債務高企，地緣政治衝突不斷，各國央行都係瘋狂囤金，呢啲都係支撐金價嘅長期邏輯。但係當一個資產變得太熱嘅時候，短期回調係必然㗎。最近金價從高位回落，好多人開始恐慌，覺得黃金牛市結束咗。但我睇到嘅卻係機會，特別係當呢種恐慌導致封閉式基金出現異常折價嘅時候，呢個說明市場已經過度反應啦。喺投資界有一句名言：喺別人恐懼時我貪婪，喺別人貪婪時我恐懼。呢句話講起嚟容易，做起嚟難。當你睇到賬戶裏面嘅數字喺度跳動，當你睇到新聞裏邊傳遞負面消息，你仲能堅持自己嘅判斷咩？呢個就係為點解我建議大家要多讀似華爾街日報咁嘅深度分析，佢能夠幫你穿透市場嘅迷霧，睇到底層嘅邏輯。要似係除咗 CEF、Sprott， 仲有純黃金嘅基金 FIS， 純白銀嘅基金 PSLV。最近 FIS 嘅折價亦都擴大到咗4%左右，呢在喺平時亦都係好少見㗎。如果你問我而家係咪最好嘅入場時機，我冇辦法俾你肯定嘅答案，因為冇人能夠預測聽日市場會發生啲咩。但我可以話俾你啲嘅係，如果你認可黃金白銀嘅長期價值，咁而家以打折嘅價格買入，絕對比喺頂部衝入去要明智得多。我哋嚟計一筆賬，假設金價未來漲了20%，如果你係按原價買嘅，你賺20%；但如果你係以9%嘅折價買入嘅，當折價回歸正常嘅時候，你賺地不僅係金價上漲嘅20%，仲有折價收復嘅加9%。呢個就係複利嘅力量。呢個就係點解專業投資者總係對折價情有獨鍾。當然啦，我哋亦都要考慮成本。CEF 嘅管理費大約係0.48%，相比於你買實體金條嘅保管費、保險費以及買賣時嘅巨大價差，呢個成本其實係非常低廉嘅。佢呢個，而且呢種基金嘅流動性好好，你喺證券賬戶裏邊點點鼠標就能買賣，唔需要好似實體金屬咁樣搬嚟搬去，仲要擔心成色問題、鑑定問題。不過我都要分享下我自己嘅心路歷程。剛開始做逆向投資嘅時候，我都好痛苦，睇住自己買入嘅嘢仲喺度跌，睇住網上全係嘲笑嘅聲音，真係壓力好大喎。但係我後來悟出咗一個道理：如果你想獲得與眾不同嘅收益，你就必須做與眾不同嘅事情。如果大家都覺得好，咁價格肯定已經貴咗。只有當大家都覺得有問題卡嘅時候，真正嘅機會先會出現。佢就係點解華爾街日報話呢個需要勇氣，呢個勇氣唔係盲目嘅衝動，而係建立喺深度研究同理性判斷基礎上嘅定力。我哋嚟展望一下未來，如果全球經濟進入衰退，或者貨幣體系出現更大嘅動盪，黃金同白銀作為最後嘅避難所，其價值只會進一步凸顯。而白銀隨住綠色能源革命嘅推進，其工業需求係剛性嘅，所以我對呢兩者嘅長期走勢
係非常樂觀嘅。總結一下今日嘅分享：第一，買黃金不一定要去金店排隊，學會利用資本市場嘅工具，比如封閉式基金，可以俾你買得更平。呢就係資訊差帶嚟嘅紅利。比如，第二，折價係機會，但亦代表咗市場嘅某種擔憂，所以一定要用閒錢投資，並且做好長期持有嘅心理準備，永遠唔好加槓桿去搏呢種折價嘅回歸。第三，黃金同白銀嘅組合能夠讓你兼顧穩健同埋彈性。喺而家呢個動盪嘅時代，呢個係一個非常合理嘅配置方案。第四，永遠保持獨立思考，唔好俾市場嘅情緒所左右。當大家都喺度評論同一個東嘢嘅時候，你要去尋找嗰啲被遺忘嘅角落，嗰度往往藏住真正嘅財富。鍾棟話：第五，投資係為咗更好嘅生活，而唔係讓投資影響你嘅生活。如果你因為擔心折價而吃唔下飯、瞓唔着覺，咁請減少你嘅倉位，直到你感到舒適為止。希望今天嘅分享能夠俾大家帶嚟一啲啟發。如果你覺得有收穫，記得點讚、訂閱並分享俾你嘅朋友。你嘅支持係我持續創作嘅最大動力。我係 Danny，我哋下期視頻再見。大家保重，大家保重。